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你这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的婚礼你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应结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给你们啊！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的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呀，西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远长不大。哎呦，少夫人成家立业，等少爷结了婚，有少夫人管着就会好起来。哎呦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替你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？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，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。你现在脸不好，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，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？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城。我运气好，被顾老夫人选上了。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，婚事也许就会黄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我还要照顧媽媽呢。蘇妍希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媽媽醒過來嗎？如果你答應幫我這個忙，我就把媽媽帶走，就給她治病。我有個朋友告訴我，現在有種新型的治療方法，能夠喚醒植物人。你說的都是真的嗎？當然了，不相信的話，你可以回去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